用 OBS Studio 工作室，这个叫 OBS Studio 工作室的程式，可以萤幕直播。萤幕直播不必用串流金钥，第一次设定要使用勾要点选脖子，使用虚拟相机，然后对串流设定，对串流做设定，要连接到 YouTube 频道是自己的账户。那个伺服器服务要伺服器的服务要选 YouTube 哦。YouTube 后面是 RTMPS， 就是那个金钥的那个网址里面有用到的 RTMPS 但是 YouTube 在前面， RTMPS 在后面。那个直播要有服务商服务要选 YouTube RTMPS， 然后那个要做连接到 YouTube 自己频道的账户，然后再点那个操作项。你看这个程式 OBS Studio 这个工作室，这个程式右下角右下方有控制项，要点按启动虚拟相机，然后再点按那个管理直播，再对一个网页做那个设定，有标题，有描述，有点选。这不是为儿童建立的影片，然后按储存，然后再到那个自己有手机的话，再到自己的频道看直播，看看状况怎么样。